傳統男子第一隊參賽嘅隊伍係廣州集鳳藏龍少年黃飛鴻武術龍獅鎮湖基地，表演主題係橋凳車。那你两个拐在那里，应该站住。
度分值0.4分，臨場難度分值0.4分。該隊臨場失誤扣分0分，臨場失誤扣分0分。由於使用大頭滑，按照規則加0.1，最後得分8.60分。